以宋大儿子饶问我，暗中设计，要下杀真勇。搿桩事体呢，去打儿子20万钢。这个20万钢子到流浪去讲不讲谁要听？你夫人听见就要急了。按我个男讲，搿男人真叫只有3日天，现在要用砒霜做药杀你。那么你夫人拿男孩到流浪打男讲。是来叫女婿上来，关叫女婿，我呢非破一死，我无论如何要放来女婿到罪。但是有一桩，今朝来无论如何7米浪向最热拔出来了，你不好吃了。你非要认为一把最用力杀出来了，你多好吃嘛，我还好吃。你3杯才是好酒，虽然你的1杯是毒药酒。关到女婿，你当心啊！你爱惜的杯子拿起来，找做样子，你无论如何能吃，这杯是砒霜毒药酒。真用答应一声，那么分开。现在呢，你是为一切才是如此，一扎动听。都听老乡当中一种81种，从前不有的81种把了铁当中，今朝搿等豆油药饭呢，随时那里该打吃，而且一张台子啊，小女，今朝哪个手法呢？老夫妻要平八平手。小夫妻面对面手，老太等到看见晓得今朝该讲，一张台子4米了，那么啥地方手得11点呢？一张台子去挺他1米，这个1米呢，香炉拉起，把这个座位了，不好容易。那么老太心里头一点急。这地上，我爱惜的当你老男人2高的平八平手，老男人受了3岁，我受了5岁，个女婿呢受了你上人的1米，东面。那么老太主你的那得讲，只供女婿龙江杯子拿起来要吃，那。我花领子啊，花不着，叫贴啊贴不着，越去贴了20万角了。想起那水去拉那个手指骨，拉不着呀。距离不是这地方上楼得了呀，那么哪能发呢？哎，给来夫人想出来，是老相公啊，今朝你搿等是都有要的，你老相公呢？头浪烧包，身浪红包，我呢风光摇摆，但你才是大当班，跟你有的说一说不说一，说什么吧？头浪拉起香炉座位，挪特是哪种？你受得宽敞。你老夫妻2家的面对面。你们小牛肉，是吧？我们手上面对面，你都是要夫妻2家的面对面。那么老太有啥想法呢？靠雨水啦，就是女婿。咁女婿受了雨水之呢，昨天到爱些忘记的杯子弄出来要喊个辰光，我台子底下为何去捞？为咱们弄着叫，为何听叫你不用吃？搿点是老太想得周到。20万按国上分国上，20万只想老家想受得顺一点，宽敞点，但分享上实来一点。
现在听见说自家什么没好大夫人，时光不早，实在吧，老相公，亲啊，也是，哎，玉梦大人，亲，实在吧，哎，是，亲呐，还上能手，那么四面不在于人手，天不动人想，今朝个等最老日时，随时为只要要啥呢？等那个班子只要吃好了，马上一接轿子送到那兵部府，让你去洗了兵部府里。所以斗人把酒队嘛害上，下人是正来走啊！旁边队过来个童儿，叫佘伟，佘文我身不边童儿，周杀披上罪。咁哪会得周杀披上罪呢？你吃之外唔啥事体做个？随时大人关家里，你再做个点事体哈子。其实呢，一把罪物啦，叫鸳鸯壶。搿把鸳鸯壶怕啥个用上呢？十分我弄好了，预备是哎，你送满王臭味。皇帝请得来，整一部有些家贼可灯，请皇帝来可灯。你还晓得皇帝啦，多数在对些。当那人子等了一道，就说吃么子了。随便啥么子要拿谁吃，你有吃。啥天嘛，占卜个里向非有毒药，破死。所以想出来个把罪物叫鸳鸯壶，一把罪物里能够杀两样罪。那么一些的到皇帝盘头，一把罪物里杀出两样罪。你皇帝吃个砒霜毒药罪，你送吃个好罪不为死个。搿老是第二是第二个，所以关照人物来去想办法。那么龙神宫上一把罪物，那么搿把罪物啥个么子做个呢？还是金子个，还是银子个，还是荷包肉个？侪不是。金子银子啦，它手里向包子多个么子，一变颜色个，再过像银子块一样，你非说吃到多个么子，就像是煎着点皮带啦。会得发黑的了，那么用啥个么子呢？顶顶好的一种叫地动石，搿地动石啊，有硬劲的，搿把罪物呢，讲起来那蛮简单，只不过搿个人啊想得差不容易。海两个好的石匠一道动脑筋，拿搿把罪物呢，是个一格量，每动一把罪物的当中。等于两把罪物，里向呢一只罪物纸，纸个里向有两张三个罪物纸。那么上头的阶段命金，主要的问题了啥然后呢？命金子了一般啊，假定讲这三个平口，那过门子水，那对得不出个，另外有个出气个茶花，里一身样个。那么两把罪物呢，有两根布子通到后头，这个最柄了。柄的里向呢有两个洞洞，一个洞洞上头有粒红星，一个洞洞上头有粒绿个星。家庭讲呢，今朝要杀砒霜罪，那么这头子呢，拿绿个洞洞吃没，好罪杀不出来了，杀出来呢砒霜罪。那么杀好罪呢？拿红星的洞洞吃没，绿个洞洞空气流通，杀出来的呢喝酒。你10年过的，搿把酒喝得哪个程度呢？拿两个洞洞全部吃没，顶到酒来杀不出，有个点矛盾。所以这个社会今朝出光人心的路貌实身，托出一只盘里向两把酒，一把鸳鸯壶。还有一把搭鸳鸯壶烧得一身一样，不是鸳鸯壶，到该搭往旁边一放嘛，最后搭拿过来，就是那把鸳鸯壶，这边过发烧错脱个，
定定要进看清爽，自个有什么，那么大，先拿个红的洞洞，有了红心的啦，洞洞吃没，披上最清脱了，为个绿心的洞洞流空气呢，烧出来的是好水，那么你走过来嘛，到天国门前，嘿嘿，大夫人啊，哎呀！金家都有罪，斗斗有有，人人上上。哎呀，请用嘴吧，嘿嘿嘿嘿，烧好一杯，因为这只杯子并不难懂，小色的，比女眼中呢稍微大上一点点。那么再走到妇人门前，妇娘，金家人人上上，斗斗有有，吃斗有罪。这规矩，烧好大人，烧妇人。烧好妇人下来呢，那么要烧新姑药，新姑药下来再进三角，这个是规矩。你呢，就聪明。倘若当中碗里盖一杯砒霜酒，留下来再烧好酒了，可以。因为这个醉壶这个前头一头呢，老实讲，两只醉壶子当中的有头侪经过的，那么这个经过一头呢，作先吃上砒霜酒。是不是头皮痛可以？夫妻呢不里想出来的，人啊聪明。大人们的一杯好酒，妇人们的一杯好酒，小家们的一杯好酒，一道烧脱。那么的小家们的，小家请用嘴，三杯好酒烧脱，那么呢什么一杯砒霜毒药酒。这头子第二个方向，第二上然后呢，拿6个洞洞吃没。红心的洞洞不离流空气，烧出来的砒霜酒。两高头小夫妻面对面了，今下子你来整理，让对过来的辰光嘛，拿把醉壶，让走个辰光嘛，漂亮一样。夏天，张破飞里向砒霜酒的酒脚，顶了海了，不多个，摇一摇闻，让人吃起来，洗得好快点。到真用门前，谁个呀？哎呀！都有醉，斗斗有有，人人上上，请用吧。烧好一杯嘛，最后往正旁边另外个然后一放，真用呢来让口，不晓得了还抱着。耶，我也不晓得这是砒霜酒，那么中国吃仔细了。现在老少们当我讲，这个是砒霜毒药酒，吃子要细个，那么你得要口口。看看你10万门子一杯酒呢，但自家门子一杯酒差不多，没啥区别。再仔细一看啊，不离口指出来子。少个浪有点两样呢，介绍你10万门子一杯酒了，上头忙到下头必不相亲。自家门子一杯砒霜毒药酒，轻还轻的。清的当中有一点点混，大家这个就是砒霜。正因为有什么了？那么你带杯酒口口，老少们管叫我非要吃，你有办法救我们的？我们呢，当然不吃，手让不动啊不动，动儿等到酒烧他们过来。大娘啊，请用酒吧，夫人，请过呀，小乔来，请吧，请吧，请吧，夫人都有酒。请呐，老相公，请啊！第一杯，你是为拿着杯子他撸起来的，要想哈着。哎呀，杀了哎呀们，这个杀嘴旁有口口那个吃了那边弄错一杯啊！个台湾不去4杯，3杯好酒，1杯都要酒。两个女婿大杯都要酒，去弄到你得来啊！都有点无事事，有点慌。谁把酒对目眼睛，对着沙子有社会了了，可社会一动哪不动？看得出关，大人让吃的辰光了慌，挂你反挂你，因为这个么是吃着也是一个样。不是社会头皮痛一痛，特别去讲理呀。代理妈妈来放心，我吃之外一日都要受做个点事体。那是讲专门让烧砒霜酒的，
一年在晚上日烧，晚上日烧，那我都弄错他呢。所以不就是来带你忙忙，懂不懂啊？请用嘴呢，多多点点请用呀。还要多多的这个样子啊，不要紧张。你因为杀得砒霜者，都不够子，说哎，夫人，请呐，老相公请啊，你是请呐。曾永祥还请得没给讲，那么你到杯子拿起来，我也不能够分拿个。拿子嘛特意了，啊！刚就想吃不吃，拿可以拿的，我拿了水里可以啥道理？所以拿起来啊！有某大人，请呐，请请，觉得乃是拿做样子，个夫人也要紧。侬王管家、日管家、女婿啊，那张杯子那不要去动的。你现在脑子出来，还一定拿放下去呢。老太主你得忘记他是家，所以要紧张杯子，还分为分开的嘞。哎呀呀，意思都有这，亲啊，要你有你结婚的家，对了，让妈妈你放心呀，我晓得这砒霜这阿会吃个了。不委屈的要做样子呀！岳母大人，请呐，放下来。等到你放下来嘛，老太还放下来，双方心好定一点。那你是为你一辈子哥一口哥，老太一口老男人辈子吓脱了，你自家辈子也是哥。第一杯，总稍微要敷衍敷衍，不能够就是看闷吃了。啊，也是。岳母大人，今日三朝一个，少点点仔细些。你们夫妻为主编不服，到某月嘛。唯有明人来接你们归家，做某月啦！啊，今日阿去，我不晓得是最嘛吃个菜，稍微等一些些这样是的。你听你讲大也好听，今朝嘛是不是三着？下来呢做某啊，我们这里进到来，功夫也好。我都无来，真用呐还是好服役哟，岳母大人。但某月嘛，我们早须回来，到大人跟前请。是啊，下人正罪。有什么？那么哎呀，再弄个把鸳鸯舞用不着。上帝，有另外有微波走路了还，但鸳鸯舞啥的一式一样。因为再用鸳鸯舞啦危险，另外侬不好走，打拿过来嘛，怎么样？请用走。妇人们就是如此。妇娘，请用走吧。沙河嘛，最往旁边一放。你是为那么心要定定，不想吃第一杯酒呀，有点紧张的。啥道理？个把一把酒里撒出来。现在有调子多酒在心点点，啊，夫人，都有罪，真人爽爽，请拿，老相公请啊，请，哥也是一个，夫人还是照实照样一个，等到杯子放下去了，对女婿们来看看个杯子仍旧不动。哎呦，你自家个口是不会死呀，砒霜的不还要吃的，你不吃哪会得死呀？对把酒来对个沙嘴旁有口口饮饮说，哎，不来让你们2杯，那可你们1杯也分吃，是吧？现在烧第3杯子，你打上第3杯，夜里好哈脱一口，哈哈够，那么再叫你哎，给你烧菜，对。
下人正走。东头人的意思。那么李福清呀，你到200或者2高头一头上便当，那么大里到个旁边，我呢拿把酒壶拿了水里，顶了子里上，杯要大里烧，福清一杯半杯要吃，哒啦，拿把鸳鸯壶拿到水里，老洞洞吃没，烧出来的砒霜酒拿喝了水里，那更少客气，只要进来还是。所以大人妇人们的今后嘛，谁等这一杯？哎呀，那么大娘啊，新姑要未婚吃个了哇？是啊，医生来干杯呀！大人妇人才2杯子新姑呀。那么那几三年那一杯动啊运动，老实讲都有走，抖抖悠悠，顺顺畅畅，起码2杯。来呀，那现在大人打来了，判杯子呀，来呀，干杯，干杯呀！来呀！那么个真勇将子，真勇上来打，你想敷衍，杯子拿到水里嘛，哎，有某大人请。现在就说拿子起来嘛，一个打你干杯，冬日最后拿好了，根本哪弄法子呢？不离不知哪想出来叫法不？哎呀，有某大人，小婿不会饮酒。今日都有罪，一定要喝。那你吃醉呗？你不慌，稍微听听轿子送为夫人，怕谁什么啊？新姑娘，那个说得出个，实干一点点个嘴巴，我得吃这个了。那么实干，非一日头啊，搿只杯子比较小，男人吃个半杯，因为那个嘴烂着。那我当那第二点热酒呢？喝他半杯，2点热个下去，吃了浪11点，来呀！啊呀！真用上那么会接在，就说个这杯子拿子起来放下来着，你哪弄法子呢？对了，让妈妈，你关中非要吃，我是非要吃呀。现在来看，2个人比老子上，一个半杯，一个顶老子，当然摸一摸。那么个只杯子放不下来，突然往自家举半边上移过来，这个哪弄法子呢？真用实在弄这样子。对了，让我们看看你喊我非要吃，我是非要吃。现在龙家真正不吃了，你都还要你心的呀？你哪得里不吃？是少人讲不跟你听古仔，这个事体也讲的着。让回旧归头人光嘛，真用龙江往举半边扒过来嘛，说叫。空杯子往台上扛一放，你是为一个脚，不爱的，是的，我只要吃你一杯好，这个一杯子下去，到底细腿都要走，用不了多吃的，还晓得你们各一口哈口，个老太接得了水家冰饮，哪里让这个家？定定进门下脚，跟你来阵受了撇台狗呀！对头你妈妈哪得了？起点来就会着你非要吃，娘拼子劳命了就来，根本你哪好吃的你？下脚这个辰光记得嘞，整个眼里细脚要我来夸着，那啷个什么啦？哭也不能够哭个。这个哪弄法子呢？这真用，各自下了那来真细水而追乱泪，三条细脚眼里下来，眼睛冰日了咯。对你妈妈，你啥个道理呢？想我不
人，乃是忠良子。他把父母冤屈记心头，杀日亲生为后清清爽爽，你自家一脚讲，我为地上，我为只要把父母有仇，所以你不肯死。那么你那现在吃杯砒霜酒呢？啥上头亲生杀敌呢？那么娘刚生让流浪叮嘱那个闲话，忘记他个啥？放在娘亲恩，楼头一定做。将你大理红看，彼此头用功真多够几次，宋正门家哈巴有谁？娘的来讲，要把人最大出去，用功真多。那么你现在啥天死呢？你倒是苦悲饮了砒霜酒，你倒是增加又缺一边个来真是没家计，他发了罪。那么你哎，我们家不讲，多少对男人那可能傻体，对娘妈妈你哪弄法子老大劲。那么整个睡觉病人带女婿口口男的，我是个天天满足，你现在忘记得够够的啊！那个我拉起来，砰，一口就喊。这一想啊，没办法，那么让你恰恰进去了嘞，老头被子拿起来，那个面孔上两样子，不这样讲过。意思，哎是，在。听呐，今日你呼吸头白吃吧，你索性吃吧。哎呦，曾永祥非要拿老上就挖他之家，这对过高小茫茫，觉得不得了。看着这个样，眼里让眼堂里滚了滚这样。对里头妈妈，你都放心呀，我分吃个药。那么其实真用安吃呢，那的确分吃个，吃只要死一个药。按说张开只眼睛吃砒霜酒了。那么这个办法你少辰光想上个呢，得急中生智，并不是预先想好。刚正是龙家子，杯子拿到手里，那不里头两个人逼了个子嘛，拿到纸旁边，真用想不恰也讲。不里都费了疑心，让把过来的辰光嘛，个老弟这个吃走了，你在中心里向就看得出来，大步阔步，不要保守做一做啊，亲啊亲啊！真用自吃个张手指波浪做人光呢，因为手指波浪还有一块叫手泡，得了，回过来嘛，自吃得了有水的皮波浪。真用杯子到纸旁边么里的想说，咦，啥天我不要吃砒霜酒，吃只要死一个样。现在得了，
外头猪们难为精神，搿杯粥用不着吃得干，一个头往后头让一让，像说是吃粥，其实不是干。搿杯粥说叫往手指骨里磕了碰的，这别个我得个方法有点道理个，因为现在是七个地帮我抽，着个衣裳比较单薄，那倘若慢慢说那个这杯子虽然并不大，那手上往手指骨里磕了一得，手指骨单薄，粥哎呀滴哩哒啦滴下来个，不然你10万人就看出来，真用哪种法子呢？你说叫比波前期。往个比波浪向哭一得，那么的罪呢？沿这个比波，路过比波场子，旮旯子底下，望准眼里流下去，所以眼里向个的口子大浪的全部吃个砒霜罪，你上办法个，这个办罪都不是毛了，可以来行。那么我白讲清爽讲，杯子并不大，小个。倘若像现在头后头个玻璃杯，可是那非是真用着件单薄衣裳，四面面孔们这样给他滴哩哒滴哩哒滴哩哒，要装一个神落子，不来这样。杯子比较小，还可以，所以我这杯子搭一方嘛，刚起刚哎，再拨一个新不来了上。啊，娘子，请呐！今日我分吃来多人，岳母大人，哎。请呐，分吃，啊！哎呀，老太对女婿口口里的头，像鲨鱼滴了浪油，意思里就是当我老师，个白嘴分吃啊！分吃么？你白嘴到头啊？啊！对叫边浪口口不走完。哎呦，女婿啊，别进来了，我为这个吃稀法。一辈子走避头的歪，再对里张吃一口嘛，女婿白嘴分开，你哪口得出？因为真用10年压力一压天分困，一个人个虚后热上来，一个知人必发所谓，照规矩呢，今朝7字走了，走了知人必让够，现在个知人必。应该要找女，现在看你个知人比，神就的故事的讲，给他晓得分吃，分哎，老他做你的肌肉分吃嘛，你少客气，那他们我放女婿的辰光差不多，但是老他灯子一心，还治理下社会敷衍他的样子。意思呀，哎，是岳母大人，某月嘛，我命人来接你们回家啊，你们在家等于日了。哎，是啊，这里个句闲话讲过了，要是夫人几个杂碎拉肚皮了，这个样吃上收买之人，哦哟。这那么个杂碎人，往肚皮上一封，像吃上个收麦子，你10万才口喝。夫人，哦哟，老相公，今日为我妾身3日之间，腹中疼痛家。就来带个杀嘴郎与口口那样细夸着跟着你杀出一杯嘴来，哈！你吃啥子我个高兴着玩？杀这个社会还好的呀，那啥的那个妇人我的头皮痛了，个头皮痛没就不对了，我杀得蛮清爽。啥来吃么是红个东东，喝嘴烧出来。你懂烧3杯，3杯烧好，留下来烧个砒霜粥，不能真用吃的。那么我那个把粥我不用的这样，我全部烧的是好粥的粥呀，更哪会得妇人头皮痛呢？哎呦，啊
会的？搿人里向有个沙眼，有个洞洞。那么个砒霜嘴流到好嘴里，好嘴里流到砒霜嘴里向，混个着。哎呦，搿是吸起来一桶泡，全部吃个人侪是一个样。哎呀，慌个啦！所以得了半边嘛，眼线人定呀呀，那么哪弄法子呢？搿辰光的夫人做得搿么真正像，那么再来讲，老相公，妾身是跟府内等同，想为上程度，不能再应了。他身体立起来，相公，带我上来歇歇去吧。旁边这个真勇做功课，一看我们老上军我们的办法来着，你听见？肚皮痛着，咁啦，我们来问，啪，身体立起来，啊，岳某大人受此腹痛，得小婿背部上楼，侍奉大人。哎，不必去的。你是来带你口口，你也要通话的呀！哎呀，你喝上去呀，那是流浪龙子两个哇呀哇呀肚皮痛还弄得里去。医生，哎，你不必去，不必去，不必去啊！哦，如此嘛，岳某大人，做下当心了。老他祝你的偶上之类的，我当你今世是否是帮得上对，不晓得。那么，闲话当中要不举报不理。你是岳某大人，你们再多饮几杯，是少点点地要为家负重啊。那路上当心哦。小婿遵命。一言如黑。你该打手脚知道兵部夫人晓得你，我拉打你说你要到处王人要到湖南去流浪当心的。夫人开上老相公，去身上路旁边屋里，夫人当心啊！夫人叫丢他叫我当心。我夫人嘎啦子丢，这个是你是危害夫人，当心了。让他一步。一步，这两步路才从个木米也打不上，啥的有意思。但是老太走了走，走进边门，这张小叫跨进边门时，啊对，他打快走呀，快点走呀！他给夫人快点走呀！得，上老太。独自流浪房间里守定嘛，丫头，太太，犯罪故意。哎，第一步嘛，我们的鸡是什么呀？哦，搿点鸡场才个第一步嘛，是现在呀。搿么太太为第二步了海了哇？现在嘛，啊，要你们两个人去做哦。哪做你们快下来，哎，亲自拥抱。我亲自用吧，把你们这老姨披上路来，只要等老姨一上路呢，故意就好到嘴了啊！哎呦，对吧？对个，哦，亲自用吧，亲自办，我们去办呀！这，哦，夫人啊，来走了，哎来呀，同事地不好走了呀，啥的啦？亲自办呀？你给他完了还啥的啦？咦，你还不来呀？听不来呀？阿拉给他啦？你来呀？没来听了老听了嘛？得听老海的了，给他完了海子啥家？听老海，哦哟，灯火的，小辰光海在当看，你们背海还在，也得在，那么还等，好了，然后他们走了房间，两个屋里等到到边门口，要紧叫打出去了，这样差不多错了，回来呀，回来呀，都是地发好走，哎呦来呀，不得了走来呀！你是来好听见边门背有的汪啷喊出来，这个人晓得流浪出子事体，呀我来呀呐，来是不得了着，哎，
你夫人得知吕老师，那是受啊不能受。你们刚真的一通么来着讲，老给他听老师为何我都是个了解。那是得知吕老师做的。那不是这玩，受不能受。哎，但是那吕白老小来滚起了，滚起下来哇！哎呦，我对想哥哥，我对说的他结棍子哇，吕老也不让滚，那么在喊蝴蝶呀。哎，是呀，那个呀，被人家在说部队锅里吃了一个红的颜色，不知什么事哇！你那弄出红的颜色来，这叫另外我对他想不落噻，咋不弄个这样？哎，这个是呀，来要中国快递上去不得了噻！好，丫头们带言喽！啊，也是，吴大人啊，岳某受此福同，给小婿上路。哎。侍奉大人，母去请得否一旨。你那为何上去了？那是为弄得你去汪啷哇啦两高的一头通好。哎，先生，不必，你们风吹爽爽，哎，必要早些回府吧。哦，多谢岳某大人。好，所以心里想。高中的时候是开心，实在心里难过的不得了。两只一抱，根子屋里噔，两个屋里嘛走的是那些，一路过来人到后梯跟上，这样，那个不得太怂了，轻松把事不得拿怂了。不要说让我不子出来，我说他老师要来滚家，让我原来都想到这，我说他受害了啦，我说谁来滚去讲？有那个辰光他受了啦。那么我讲那样说啥部队锅里吃了红的是马上就要死一筷子哇！根本不是一样，我听见别人讲是吃这天上山里呀，才空流血了。哦，那么是说的，他理也这样，你们哪弄法子呢？现在夫人受好了，下分晓得，哪弄法呀？现在。你上去辰光哇啦喊上去，哎，这是来要来着，哎，夫人啊，你们通得那哈，弄个点事体讲不你听嘛，让夫人和等吕郎准备起来，哎，真发个马和滚起来，是吧？来要这多担心，最好担心啊！哎呦，他来要来着，哎，真。哎，这夫人啊，没让李白老师要来滚去，来要来苦难找。是呀，说个通的啦，刚准备对不的红干鱼的怎么着？这红的颜色，来他听什么呀？哎，我受好了呀！我让等来亲自从不是为啥的？我年时来和皮带吕郎来，那现在我哪弄这个啊？小来滚去，然后他一周你的滚都会便当，要么不对屋里红的我们弄不出来呀，没办法。现在想他们来在屋里走，让他听这个声音，说的因为你是来长修子，结果就我声音晓得你是为了来在，等到搿只脚到外房间要走到内房子了，可让他走嘛走不去，头发嘛擦晒，没好凳子上受了了啊，这是等声音到处不动这么个让他。好，忙着我的步子去，小来滚去，小来，两个屋头谁的？一刀给他，看见夫人让滚么两屋头眼头这样，这样啊，真个高个叫啊！你看我也不晓得很高啊，高什么我只晓得高，跟他现在看上去是像真个哇！啊，为等你只有辰光，他真个去吃白皮饺子。你去想要做得哪样？明明晓得你高个，哎，为了做得这样真个这个，你是为哪么？苦得给的，一看见个夫人热浪滚门啊呀，我了，上鸡嘛，吃着皮上嘴是这样的强的。你都讲吃到是皮上嘴这个头上这个一头浪头，没看过夫人呀，可怜浪滚过来嘛。智力很上啊，夫人呐、要他儿滚过来，滚到你是那个修子旁边，起两只手，杀一波，老相公，你害得我好苦呀！不来人，看上去马上就要头起着，哪晓得你
夫人呢拿那个把抓了，你拿夫人的手抓了嘛，就是手浪向出来个后发得个彬彬有礼，再对你面孔一口羞羞红，我讲酒汤汤的，大家痛得不来事。其实夫人作孽啦，送来份滚血的呀，今朝第一趟呀，滚得来即是吃粥即是滚，面孔稍微羞羞红，酒汤汤的，手脚滚得彬彬有礼，你当时吃到个砒霜水，所以对准这个夫人呐、这是赵文华的侄子用计离来你夫人了。老他给一步子抓了，老子是我拿来抓了啦，那也得啥辰光放的？要等我女婿到处往人30里路，那么我好放你打哪里抓了嘛？真个不放呀！那么我这个真用男人心中有数，可啥人不能老上骗到流浪去？那么就对高山口口，该辰光不走等待红事，该辰光不了。你来正带里低头，刚起刚来说一声，这个你说脚到后头去回头一声阿掉，在回头上走马，你走吧。真用趁这个一个机会，是他走，心里想感激老丈，老丈品质上一点老性命救我随便哪一到后头用功尽多，所以了真用虽然让你得罪，那么你是为哪你不理抓老子吗？不要叫你放水，夫人，放水啊！我去请大夫与你医治啊，救你的性命。他救你对你好走吧？不你一走是我女婿会打得得个啦。这些作些我女婿是吃老大的辰光，根本哪弄法你我今朝随便拿副不来走。哎呦，谁这个抓了你不用养的，要弄闲话去砸了你们对。老头想子一想，哟，哪去砸了你法子？那里侬从前年纪年岁头，夫妻神情的事体，一脚讲起讲到现在，侬却讲对，让你老男人不来走。哎呦，老相公啊，夫人，还是你的与你背提的龙门一定两家神父亲，一时确实小丁呗，你今早是他名为谁？你的将来生死。不恨相公，你诚心分我在。哎，相公啊，世间最内藏多皮，你的帮人要人懂。相公啊，世间切身偶言砒霜，我现在已经恰恰做起，你嘛不必，请相公不必请良医。你在帮着背部
双眼羽毛齐身，跟我一道义，从今父儿妻子永分离。老相公，你此刻要去请大夫，恐怕妾身来不及。你还是等在旁在，等我妾身得气之后再走吧。你是为听我这个两句闲话吗？老夫妻几何年数子，想不得现在弄啥个女婿，谁弄啥个老高兴，哪对得是你呢？心里一手嘛，一朵眼泪得下来，那一朵眼泪呢？总归两朵眼泪。哎呀，因为你是为一张眼睛了，所以得一朵眼泪。对夫人妈妈那是在等你的。等你头气怎么为啥？我告诉你，老夫老妻总归等着。既然你是的，你不要等这个，你要等夫人头气了，到将来你头子气，你未婚头气的了，哪等得让你放弃到此结束？以宋大女子饶问我。恶中失计，要下杀真勇。这桩事体呢，其他儿子你是外告，觉得你是外告子到流浪去讲不讲是要听，你夫人听见就要接了。按我个能讲跟男人真叫这三一天。现在要用砒霜做药膳，那么你夫人拿南海到流浪打南讲，是哪家女婿上来？关家女婿，我呢非破一死，我无论如何要放那女婿到罪。但是有一桩，今朝来无论如何，前面浪向最热。拔出来了，你放出来。你非要认为一把最用力杀出来了，你多好吃嘛，我还好吃。你三杯才是好醉，剩下你的一杯是毒药醉。关到女婿，你当心啊！你爱惜的杯子拿起来，找做样子，你无论如何能吃，这杯是砒霜毒药醉。真用答应一声。那么分开，现在呢，你是为一切在是日子，一扎都听老乡当中一种把一种，从前不有的，把一种把了铁当中，今朝个等都有要饭呢，随时那里给打去，而且一扎袋子啊。小奴，今朝哪个手法？老夫妻要平八平手，小夫妻面对面手。老太等到看见晓得今朝该讲，一张台子4米了，那么啥地方手得是一点点，一张台子就挺他一米。这个一面呢，香炉拉起，把这个作为了，不好容易。那么老太心里头一点急，急点啥？我爱惜的当你老男人两高的平八平手，老男人受了3岁，我受了5岁，个女婿呢受了你上人的一命，东面。那么老太做你的哪得讲？只供女婿龙家杯子拿起来要吃，那我花银子也花不上，叫贴不上，越去贴了20来着了。
想起那水气拉拉的个水之锅，绕不绕呀？距离不是这地方上楼的了呀？那么哪能发现？哎，给来夫人想出来，是老相公啊，今朝你个灯是都有要的，你老相公呢头上烧包，身上红包，我呢风骨摇摆，但你才是大当辈，跟你有的说一说不说一，说什么吧？台上拉起香炉作为奴特子哪种？你受得苦强的，你老夫妻两家的面对面，你们小牛肉，是吧？我们受不了面对面，你都是要夫妻两家的面对面。那么老他有啥想法呢？靠雨水了，就是女婿。咁女婿受了雨水之呢，昨天到爱些忘记的杯子弄出来要喊的辰光，我台子底下为何去捞？为咱们弄着叫，为何听叫你不用吃？搿点是老太想得周到。你是为按国上分国上，你是为只想老家想想受得顺一点，苦长点，但分享上实来一点。现在听见说自家手嘛，没好大夫人，时光不早，实在吧，老相公，亲呐，也是，哎，玉梦大人，亲，实在吧，哎，是亲呐。还上能手，那么四面不才有人手，天古动人想今朝个等最老日时，随时为只要要啥呢？等那个杯子只要吃好了，马上一件轿子送到那兵部府，让你去洗了兵部府里。所以大人把酒队嘛还有啥？下人。是正来走啊！旁边的过来个童儿，叫佘伟，佘文我身旁边童儿周少披上走。咁哪会得周少披上走呢？你吃之外没啥事体做干，随时大人关家里，你再做个点事体还子。其实呢。一把醉壶啦，叫鸳鸯壶。搿把鸳鸯壶怕啥个用上呢？十分我弄好了，预备时哎，你送满王抽回。皇帝请得来，整一部有些家贼看灯，请皇帝来看灯。你还晓得皇帝啦，多数在对些。当那人子等了一道，就说吃么子啦。随便啥么子要拿谁吃，你又吃。上天嘛，占卜搿里向非有毒药，破死。所以想出来搿把醉壶叫鸳鸯壶，一把醉壶里能够杀两样醉。咁么一些的，到皇帝盘头，一把醉壶里杀出两样醉。你皇帝吃个砒霜毒药醉，你送吃个好醉不为死个。搿老是第二是第二个。所以关照人物来去想办法，乃么龙神宫上一把醉壶，那么搿把醉壶啥个么子做个呢？还是金子个，还是银子个，还是荷包肉个？侪不是。金子银子啦，它手里向包子大个么子，要变颜色个，再过像银子块一样，你非要说吃到大个么子，就像是煎着点皮带啦，会得发黑的了。那么用啥个么子呢？顶顶好的一种叫地动色，搿地动色有硬劲的，搿把醉壶呢，讲起来那蛮简单，只不过搿个人啊想得差不容易。海两个好的色相一道动脑筋，我搿把醉壶呢，是一个一格两，
每动一把罪物的当中，等于两把罪物。里向呢，一只罪物纸，纸个里向有两张三个罪物纸。那么上头的阶段命金，主要的问题了啥？然后呢，命金子了一般啊，假定讲这三个平口，那过母子死，那得不出个，另外有个出气的然后，理是一样的。那么两把罪物呢，有两根脖子通到后头，这个最柄了。柄的里向呢有两个洞洞，一个洞洞上头有粒红星，一个洞洞上头有粒绿个星。家庭讲呢，今朝要烧砒霜粥，那么这头子呢，拿绿个洞洞吃没，好粥烧不出来了，烧出来呢砒霜粥。那么烧好粥呢？拿红星的洞洞吃没，绿个洞洞空气流通，烧出来的呢喝粥。历史一把粥里烧出来，现在有调子把粥在心点点。啊，夫人，都有粥，真真爽爽，请拿。要想共情啊，请哥也是一个夫人。还是照是这样一个，等到辈子放弃了，对女性们来看看个辈子人有不同。哎呦，你自家个口是不会死啊，砒霜的不要吃的，你不吃哪会得死呢？对不住来对个烧嘴巴有口口，一人说哎，不来让你们两辈，那可里面100分吃。是吧？现在烧第三杯子，你打上第三杯，让你好哈特一口，哈哈够，俺们再叫你哎，给你烧菜。对，小人正走，东头人的意思。那么李福清呀，你多2杯，或者2高头一头上便当，那么的里搞个旁边。我呢，拿把粥拿了水里，顶篮子里上，杯要打里烧，不吃一杯，半杯也要吃。得了，拿把鸳鸯壶拿到水里，老洞洞吃没，烧出来的砒霜粥拿喝了水里，那更少客气，只要进来还是，所以大人妇女们是进好嘛，谁等这一杯？哎呀，那么大娘啊。新姑要晚饭吃个了哇！是啊，医生来干杯呀！大人夫人才2杯子新姑呀。那么那几3年那一杯动啊运动，老实讲都有走，抖抖悠悠，人人上上，起码2杯。来呀！那现在大人打来了，胖杯子呀，来干杯干杯呀！来呀！那么个真用这样子。真用上来打，你想敷衍，杯子拿到水里嘛？哎，有某大人请。现在就说拿子起来嘛，一个打你干杯，冬儿最后拿好了，根本哪弄法子呢？不离不知哪想出来叫法不？哎呀，有某大人，小水不会饮醉，今日都有罪，一定要喝。等你吃醉吧，你不慌，稍微点轿子送为夫人，怕谁什么啊？新姑娘那个说得出个，自家一点点个嘴巴我得吃醉的了，那么自家非一日头啊，这只杯子比较小，男人吃个半杯，因为那个嘴烂着，那我到那第2点热粥呢，喝他半杯，3点热个下去，吃了浪11点，来呢。啊呀！真用上那么会接在，这说个这杯子拿子起来放我来着，你哪弄法子呢？对了，让妈妈，你贵种非要吃，我是非要吃呀。现在来看，2个人比老子上，一个半杯，一个顶老子，当然磨一磨。那么个这杯子放不下来，突然往自家举杯边上移过来，这个哪弄法子呢？真用实在弄这样子，
对了，让我们看看那害我非要吃，我是非要吃。现在龙江真正不吃了，你都还要你心的呀？你哪得里不吃？还是少人讲不跟你听古仔，这个事体也讲的着。让抚慰就归头人光嘛，正用龙江往几百边扒过来嘛，说叫搞空杯子往台上看一放，你是为一个脚，不爱的，是的，我只要吃一杯好，这个一杯子下去，到底细腿都要走，用不了多吃的，还晓得你们哎，各一口哈口，个老太觉得了手脚冰硬，哪里老走个家，叮叮进门写条，跟你来阵收了撇一个了。这个杀猪盘有口口那个吃了那边弄错一杯啊，个台湾不去4杯，3杯好走，1杯都要走，两个女婿大杯都要走去弄到你打来啊，到一点无事事，有点慌，谁把酒对目眼睛对着杀猪有社会了了，可社会阿懂哪不懂？看得出关，大人让吃头人光了慌。挂你反挂你，因为这个么是确实也是一个样，不是社会都会统一统，特别去讲理呀。代理妈妈来放心，我们吃之外一年带手做个点事体，那是讲专门让烧皮上走的，一年带晚烧日烧，晚烧日烧，哪我都弄错他呢？所以不就是那代理妈妈，大人啊，请用嘴呢，多多点点请用呀。哎呀，多多点这个样子啊，不要紧张。你因为杀得砒霜者都不够子，说哎，夫人，亲呐，老相公亲啊，你是亲呐，真用想喊亲的没给讲。那么你到杯子拿起来，我也不能够分拿个，拿子嘛特意了，哎，刚就想吃不吃？拿可以拿，我拿了水里可以啥道理？所以拿起来啊，有某大人哎，亲呐，亲哎亲，觉得男是拿做样子，个夫人也要紧。我王管家是管家女婿呀，那张杯子那不要去动的，你现在拿子出来，哎，一定拿放下去呢。老太主你的别忘记他是家，所以要紧张杯子，还分为分开的嘞。哎呀呀，意思都有这，亲啊，要你有你结不得干。对了，让妈妈你放心呀，我晓得是砒霜这个会吃的了，不会吃的呀，做样子呀。哎，岳母大人，请呐，放下来。等到你放下来嘛，老太还放下来，双方心和定一定。那你是为你一辈子，哥一口一口，老太一口老男人杯子喝脱了，你自家杯子还是哥喝脱了，第一杯，哈哈哈！做稍微要敷衍敷衍，不能够就是看闷吃的。啊，也是。哎，岳父大人，今日三朝一个，少点点仔细一些。你们夫妻为主编不服，到某月嘛，唯有明人来接你们归家，做某月啦。啊！今日阿去，我不晓得是专门吃个菜，稍微等一些这样是一个。你听你讲大也好听，今朝嘛是不是三着？下来呢做梦啊，我们这里真多来，功夫也好，我都无来，真用呐还是好福气哟，岳大人，但某月嘛。
我们早须回来，到大人跟前请。哎，是啊，下人正罪。有什么？那么哎呀，再弄个把鸳鸯舞用不上。少弟，有另外有尾部最舞了还，但鸳鸯舞啥的一式一样，因为再用鸳鸯舞啦危险。另外弄不好最舞，打拿过来嘛。怎么样？请用嘴。妇女们的就如此。妇娘，请用嘴吧。沙河嘛，最舞旁边一放。你是为那么心要定定，不然吃第一杯酒啊，有点紧张的。啥道理？不你讲的，这不最我好得两个人动你，弄两个东东全部吃没，顶到酒来杀不吃，有个地面的。所以这个社会真正出光人心的路貌实身，托出一只盘里向两把酒，一把鸳鸯舞。还有一把搭鸳鸯舞射得一式一样，不是鸳鸯舞，到该他往旁边一放嘛，最后打拿过来，就是那把鸳鸯舞。这边股份烧错他个，顶顶要进看清爽，自个有什么，那么大，先拿个红的东东，有了红心的啦，东东吃没，披上最轻脱了，为个绿心的东东留空气呢，烧出来的是好酒。那么你追过来嘛？到天官门前，嘿嘿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人家都有罪，都有，人人上上。哎呀，请用嘴吧，嘿嘿嘿嘿。烧好一杯，因为这只杯子并不难懂，小色的，比女眼中呢稍微大上一点点。那么再追到妇女门前，妇娘，人家人人上上，都有，吃都有罪。这规矩，杀好大人，杀妇人，杀好妇人下来呢，那么要杀新姑娘，新姑娘下来再进三教，这个是规矩。李南京啊聪明，倘若当中啊你该被披上罪，留下来再杀好罪了，可以。因为这个罪无这个谁的一头呢，老实讲。两只最无知当中的有头三斤骨的，那么这个筋骨一头呢，作先吃到皮上嘴，细不细头皮痛特异。不知哪不里想出来的，人啊聪明。大人们的一杯好酒，妇女们的一杯好酒，小家们的一杯好酒，一道烧脱。那么的小家们的，小家请用嘴，三杯好酒烧脱，那么呢什么一杯皮上都要醉。这头子第二个方向，第二上然后呢，拿6个东东吃没，红心的东东不离流空气，烧出来的皮上醉。两高头小夫妻面对面了，今下子你来整理让对过来的辰光嘛，拿把醉壶，让醉个辰光嘛漂亮一样。夏天，张破飞里向皮上这个醉脚，顶了海了，不多个。要闻娘奶吃起来，洗得好快点。到真用门前，谁个呀？哎呀，都有罪，都有，人人上上，请用吧。烧好一杯嘛，最后忙正旁边另外个然后一放，真用呢来让口，不晓得了还抱着。耶，我也不晓得这是砒霜酒，我中国吃仔细了。现在老上们当我讲，这个是砒霜毒药，最吃子要细个。那么你得要看看，看看你10万门子一杯酒呢，但自家门子一杯酒差不多，没啥区别。再仔细一看啊，不离口指出来子。少个浪有点两样呢，介绍你10万门子一杯酒了。上头忙到下头，必不伤亲。自家们一杯砒霜都要醉，轻还轻的，轻的当中有一点点混，大家这个就是砒霜。正因为有什么了？那么你带杯酒口口，老少们管叫我非要吃，你有办法救我的？我们呢，当然不吃，手让不动啊不动，动儿等到只有杀他们过来，大娘啊！请用嘴吧，夫人，
辛苦呀，小乔，来，请吧，请吧，请吧。夫人都有罪，哈哈哈哈！请拿，老相公，请啊！第一杯，你是为拿着杯子汤捞起来的，要想哈着。哎呀！少了哎呀们，这抖抖悠悠，神神煞煞，请用吧。稍喝一杯嘛，最后忙正旁边另外然后一放，真用呢来让口，不晓得了还抱着。耶，我也不晓得这是砒霜酒，我中国吃子死了。现在老上们当我讲，这个是砒霜毒药酒，吃子也死一个。那么你得要口口。看看你10万门子一杯酒呢，但自家门子一杯酒差不多，啥区别？再仔细一看啊，不离口指出来子。上个浪有点两样呢，介绍你10万门子一杯酒了，上头忙到下头必不上亲。自家门子一杯砒霜毒药酒，轻还轻的。轻的当中有一点点混，大家这个就是砒霜。正因为有什么了？那么你带杯酒口口，老少们管叫我非要吃，你有办法救我们的？我们呢，当然不吃，手让不动也不动。动儿等到酒杀他们过来，大娘啊，请用酒吧，夫人辛苦呀，小乔来，请吧，请吧，请吧，夫人都有罪。请拿，老相公，请啊！第一杯，你是为拿着杯子汤捞起来的，要想哈着。哎呀，耍了哎呀们，这个杀嘴巴有口口那个吃了，那边弄错一杯啊！这台湾不去4杯，3杯好酒，1杯都要酒。两个女婿大杯都要酒，去弄到你的来啊！都有点无事事，有点慌。谁把酒对目眼睛，呆子杀子有社会了了，可社会啊懂，哪不懂？看得出关，大人让吃头辰光了慌，挂你反挂你，因为这个么子吃着也死一个样。不是社会同比通一通特别去讲理呀，代理妈妈来放心，我吃子饭一日得受做个点事体，那是讲专门让烧砒霜酒的，一日得晚烧日烧，晚烧日烧，那我都弄错他呢。所以不就是来代理妈妈，大人啊，请用酒呢，多多点点请用呀。我要多多点这个样子啊，不要紧张，你因为杀得砒霜酒。都不够，说哎，夫人，请呐，老相公请啊，你收请呐。曾永祥还请得没给讲，那么你到杯子拿起来，我也不能够不拿的，拿子嘛特意了。哎，刚就想吃不吃，拿可以拿的。我拿了水里口口有啥道理？所以拿起来啊，有某大人，请呐，请请，觉得乃是拿做样子，个夫人也要紧。我王管家是管家女婿啊，来找杯子那不要去动你。你现在拿子出来，一定拿放下去呢？老太主你得忘记他是呀。所以要今朝杯子，还分为分开的嘞。哎呀呀，意思都有罪。亲啊，要你吃不得干。对了，让妈妈你放心呀，我晓得是砒霜酒也会吃的了，不会吃的呀，做样子呀。哎，岳母大人，请呐，放下来。等到你放下来嘛。
让他还放下来，双方心好定一定。那你希望你一辈子高一口狗，让他一口老男人辈子吓脱了，你自家辈子也是高吓脱了。第一辈，哈哈哈！总稍微要敷衍敷衍，不能够就是看闷吃的。啊，也是。哎，岳父大人，今日三朝一个，少丁丁仔细一赛，你们夫妻为主编路，到末日嘛，唯有明日来接你们归家，送末日啦！啊，今日阿去，我不晓得是专门吃个菜，稍微等一些些这样是一个。你听你讲大也好听，今朝嘛是不是三着？下来呢做梦啊，我们这里进到来，功夫也好，我都无来，真用呐还是好服役哟，岳大人。到末日嘛，我们早须回来，到大人跟前请。哎，是啊，下人正罪。有什么？那么哎呀，再弄个把鸳鸯舞用不上，啥的？有另外有微波走路了还得有累。现在先叫我眼里下来，眼睛冰日了咯。地里茫茫的啥个道理呢？想我不认，你是忠良子，他把父母冤屈记心头，杀日亲生为后清清爽爽，你自家一脚讲，我为地上，我为只要把父母有仇，所以你不肯死。那么你那现在吃杯砒霜酒呢？上上头的亲生啥地呢？那么娘刚生了流浪叮嘱那个闲话，忘记他个啥？方才娘亲恩，楼头西叮嘱，家里道理好看，彼此都用功，真多够几次，送正门家哈巴有谁？娘的来讲，要把人最大出去，用功真多，那么你现在啥体也死呢？你倒是苦悲饮了砒霜酒，你倒是增加又缺一杯酒，来真是没家计，他发了罪。那么你爱哎，我们家不讲，多少对男人让看来傻体，对娘妈妈你拿弄法子，老大真
那么整个水饺饼面带女婿口口男，我是个天定来做，你现在忘记的哥哥的啊！那各位拉起来，砰一口就喊。这一想啊，没办法，怎么让你恰恰进去了呢？然后他杯子拿起来，这个面孔上两样子，不是这样讲过。意思，哎，是在听呐。你那呼吸头白吃吧，你索性吃吧。哎呦，曾永祥非要拿老上就挖他之家。这对过高小茫茫，觉得不得了。看着这个样，眼里让眼当里滚了滚这样。对里头妈妈，你都放心呀，我分吃个样。那么其实真用安吃呢，那的确分吃个，吃只要是一个样。按说张开只眼睛吃砒霜走了。那么这个办法你少辰光想上个你的急中生智。并不是预先想好，刚正是龙江子，杯子拿到手里，那不里头两个人比那个子嘛，拿到纸旁边，曾永祥不恰也讲，不里头犯了疑心，让把过来的辰光嘛，个老弟这个吃走了，你在中戏里向就看得出个，大跑快跑，不要跑手做一做啊，亲啊亲啊。真用自吃个只手指鼓浪做人光呢，因为手指鼓浪还有一块叫手泡，得了，回过来嘛，自吃得了有手个臂膊了。真用杯子到纸旁边么里的想说，咦，上天我要吃砒霜水，吃只要是一个样，现在得了，外头做么难为精神，个杯子用不着吃得个。一个头往后头让一让，想说是吃嘴，其实不是干。个杯子说叫往手指骨里磕了破的，这别个我得个方法有点道理个，因为现在是七个地帮我抽，这个衣裳比较单薄，那倘若慢慢说那个这杯子虽然并不大，那手上往手指骨里磕了一刀，手指骨单薄，最哎呀跌来打了地下来个，不然你10万人就看出来。真用哪种法子呢？你说叫臂膊前起，往个臂膊浪向磕一刀，那么的最呢，沿这个臂膊，如果臂膊叉子旮旯子底下，往正压力了下去，所以压力下个的裤子大浪的全部。以宋大女子饶问我，恶中失计。要下杀真勇，这桩事体呢，其他女子20万讲，这个的20万讲子到流浪去讲不讲是要听，女夫人听见就要急了。按我个男讲跟男人真叫这3日天，现在要用砒霜做药杀。那么女夫人拿男孩到流浪打男人讲，是来叫女婿上来，关叫女婿，我呢非破一死，我无论如何要放慢女婿到罪，但是有一桩，今朝你无论如何洗面浪向最热打出来了，你不好吃了。你非要认为一把嘴屋里撒出来了，你多好吃嘛，我不好吃。你3杯才是好酒，剩下你的1杯是毒药酒。关到女婿，你当心啊！你爱惜的杯子拿起来，照做样子，你无论如何能吃，这杯是砒霜毒药酒。真用答应一声，那么分开。现在呢？20万，一切才是一只动听浪向当中一种，80种，从前不有的呀，80种把了铁当中，今朝个等头有1万呢，随时那里该打去。
而且一张台子啊，小奴，真叫哪个手法呢？老夫妻要平八平手，小夫妻面对面手。老太等到看见晓得，真叫尴尬。一张台子4面了，那么啥地方手得睡一点点？一张台子就挺特一面，这个一面呢，香炉垃圾把这个座位了，不好容易。那么老太心里头一点急，这地上。我还晓得当你老男人两高的平八平手，老男人受了上岁，我受了5岁，个女婿呢受了你上人的一面，东面。那么老太主你的那得讲，只供女婿龙家杯子拿起来要吃，那我花银子啊花不少。叫贴不上，越去贴了女士来着了。想起那水去拉里个手指骨拉不上呀，距离不是啥地方上楼的了呀？那么哪能办呢？哎，给来夫人想出来，是老相公啊，真叫你个灯是都有要的。你老相公呢，头上烧包，身上红包。我呢，风骨摇摆，但你才是独当呗。跟你有的说一说不是一，是什么吧？台上的垃圾、香炉、座位，挪特子哪容易？你受得苦强的，你老夫妻两家头面对面，你们小牛肉。那我们手上面对面，你都是要夫妻两个的面对面。那么老太有啥想法呢？靠雨水了，就是女婿。那么女婿受了雨水之年，昨天到爱些忘记的杯子弄出来要喊的人光，我台子底下为何去捞？为咱们弄着叫，为何听叫你非要吃？这地是老太想的真的，你是为按国上分国上，你是为这些老高想想受得顺一点，苦长的，但分享上十来点。现在听见说自家受嘛，没好大夫人，时光不早，实在吧，老相公。亲呐，也是哎，玉某大人，亲，实在吧？哎，是，亲呐，还上能手，那么四面不在于人手，天古同人想今朝个等最老日时，随时为只要要啥呢？等那个杯子只要吃好了，马上一件饺子送到那兵部府，让你去洗了兵部府里。所以大人把酒队嘛还有啥？下人是正来走啊！旁边的过来个童儿，叫社会社文化省部边童儿。周少披上走，搿哪会得周少披上走呢？你吃之外没啥事体做干，随时大人关家里，你再做个点事体哈子。其实呢，一把走路啦，叫鸳鸯湖。搿把鸳鸯湖怕啥个用上呢？社文化融合了，预备是哎，年送满王抽位，皇帝请得来。真的不有些家在看灯，请皇帝来看灯。你还晓得皇帝啦，多数在对些。当那绳子登了一道，就说吃么子了，随便啥么子要拿谁吃，你有吃。
上天嘛，占破个里向非有毒药，破死，所以想出来个把罪物叫鸳鸯壶，一把罪物里能够杀2样罪。那么一些的到皇帝盘头，一把罪物里杀出2样罪，那皇帝吃个砒霜毒药罪，严嵩吃个好罪不为西个，搿老是第二个，所以关照人物来去想办法。乃么弄人工上一把罪物，那么搿把罪物啥个么子做个呢？还是金子个，还是银子个，还是荷包肉个？侪不是。金子银子啦，他手里向包子大个么子，一变颜色个，再过像银子块一样，你非说吃到大个么子，就像是煎着点皮带啦，会得发黑的了。那么用啥个么子呢？顶顶好的一种叫地动石，搿地动石有硬劲的，搿把罪物呢，讲起来那蛮简单，只不过搿个人啊想得差不容易。海两个好的石匠一道动脑筋，拿搿把罪物呢，三个一格量，每动一把罪物的当中等于2把罪物。里向呢，一只罪物纸，纸个里向有2张3个罪物纸。那么上头的阶段命金，主要的问题了啥然后呢？命金子了一般哦，假定讲这3个平口，那过门子水，那对得不出个，另外有个出气个上花，里一身样个。那么2把罪物呢，有2根棍子通到后头，这个最平了。并个里向呢有2个洞洞，一个洞洞上头有粒红星，一个洞洞上头有粒绿个星。家庭讲呢，今朝要杀砒霜罪，那么这头子呢，拿6个洞洞吃没，好罪杀不出来了，杀出来呢砒霜罪。那么杀好罪呢，拿红星的洞洞吃没，6个洞洞空气流通。杀出来的呢，好罪。历10年过去，搿把罪物好到哪个程度呢？拿2个洞洞全部吃没，顶到酒来杀不出，有个点矛盾。所以这个社会今朝出光人心的鲁莽实身，托出一只盘里向2把罪物，一把鸳鸯壶，还有一把搭鸳鸯壶烧得一身一样，不是鸳鸯壶。到该的往旁边一放嘛，最后打拿过来，就是拿把鸳鸯壶。这边过发烧车他讲，顶顶要紧看清爽，自个有什么，那么大，先拿个红个洞洞，有了红星的啦，洞洞吃没，砒霜最吃脱了，为个绿星的洞洞流空气呢，烧出来的是好水，那么你追过来嘛，到天官门前，嘿嘿，大人啊，哎呀！金家都有罪，头有，人人杀杀，哎呀，听用嘴巴，嘿嘿嘿嘿，杀好一杯，因为这只杯子并不大，小杀的，比女眼中呢稍微大上一点点。那么再追到妇人门前，妇娘，金家人人杀杀，头有，吃头有罪，这规矩，杀好大人，杀妇人。杀好妇人下来呢，那么要杀新姑娘，新姑娘下来再进3条，这是规矩。李脑筋啊聪明，倘若当中往里改一杯砒霜酒，留下来再杀好酒啦，可以。因为这只醉物这个前头一头呢，老实讲，2只醉物子当中的有一头侪经过的，那么这个经过一头呢，作性缺少砒霜酒。是不是头皮痛特异？夫妻那不里想出来的，人啊聪明。大人们前一杯好酒，妇人们前一杯好酒，小家们前一杯好酒，一道烧脱。那么到小家们前，小家听用嘴，3杯好酒烧脱，那么呢什么一杯砒霜毒药酒？这头子第一个方向，第二上然后呢，拿6个洞洞吃没。红星的洞洞不里流空气，烧出来个砒霜酒。2高头3夫妻面对面咯，
今下子你来这里，让走过来的辰光嘛，萝卜走下，让走的辰光嘛，漂亮呀。夏天，张破飞里向披上这个走脚，顶了海了，不多个，摇一摇闻，娘奶吃起来，睡得好快点。到真用门前，哈哈，谁个呀？哎呀，都有养护啥的一身样，因为再用有养护啦，危险。另外，侬不好走，打挪过来嘛。怎么样？请用走。妇人们的就如此。妇娘，请用走吧。沙河嘛，走往旁边一放。你是为那么心要定定，不想吃第一杯酒啊，有点紧张。啥道理？个把一把酒里撒出来，现在有调子把酒在心定定。啊，夫人，都有醉。真人爽爽，请拿！要想共情啊，请哥也是一个夫人，还是就是这样一个。等到杯子放起了，对女婿们一口口个杯子神经不动。哎呦，你自家个口是不会死啊！披上的杯要吃的，你不吃哪会得死呢？对把酒来带个沙嘴巴一口口一饮就哎，不来让你们2杯，那可里面1杯也分吃，是吧？现在烧第3杯子，你打上第3杯，让你好哈他一口，哈哈够，俺们再叫你哎，给你烧酒，对，小人真醉，东头人的意思。那么李福清呀。多2杯，关着2高头一头上便当。那么大里大个胖杯，我呢拿把酒壶拿了水里，顶篮子里上，杯要大里烧，不吃1杯半杯也要吃。得了，拿把有氧壶拿到水里，老东东吃没烧出来的砒霜酒拿好了水里，那更少客气，只要进来还是。所以大人妇人们的今后嘛，就等这一杯。哎呀，那么怎么样啊？新姑要未婚吃个了哇？是啊，医生来干杯呀！大人妇人才2杯这新姑呀。那么那几3年那1杯动啊运动，老实讲都有酒，头头悠悠，人人上上，起码2杯。来呀！那现在大人打来了，胖杯子呀，来干杯，干杯呀！来呀！那么个真勇将子，真勇上来打，你想敷衍，杯子拿到手里嘛，哎，有某大人请。现在就说拿子起来嘛，一个打你干杯。冬日最后拿好了，根本哪弄法子呢？不离不知哪想出来叫法不？哎呀，有冯大人，小婿不会饮酒。今日都有罪，一定要喝。等你吃醉吧，你不妨稍微点轿子送为夫人。怕是什么啊？新姑娘，那说得出个，自家一点点个嘴巴，我得吃这个了。那么自家翻一日头啊，搿只杯子比较小，男人吃个半杯，因为那个嘴烂着。那我当那第2点热酒呢，喝他半杯，2点热个下去，吃了老实一点。来呀！啊呀！真用上那么会接在。就说个这杯子拿子起来放下来着，你哪弄法子呢？对了，让妈妈，你关中非要吃，我是非要吃呀。现在来看，2个人比老子上，一个半杯，一个顶老子，当然摸一摸。那么个这杯子放不下来，突然往自家举杯边上移过来，这个哪弄法子呢？真用实在弄这样子。对了，让我们看看来害我非要吃，我是非要吃。现在龙家真正不吃了，你都还要你心的呀？你哪得里不吃？还是少人讲不过来听古仔，这个事体也讲的着。让回旧归头人光嘛，真用龙江往举杯边扒过来嘛，说叫空杯子往台上扛
一放，你是为一个脚，不爱的，是的，我只要吃你一杯好，这一杯子下去，到底细推都要走，用不了多吃的，还晓得你们哎，各一口哈口，个老太觉得了手脚冰硬，哪里让走个家？顶顶进门写着，跟你来阵受了撇代姑娘，对女人往往哪得了？起点来就会着你别吃，娘拼子劳命了剧呢，根本你哪好吃个你？写着这个辰光记得嘞，整个眼里细脚要我来夸着，那啷个什么啦？哭也不能够哭个。这个哪弄法子呢？既真用，各自下了雨，那来真。细水而之乱。